玉萍，今天怎么没带永志出门？玉萍今晡日娘爸冇同润志出門。玉萍今晡日娘爸冇同潤志出門。我爸說他今天想跟永志培養感情，要我休息。我家講講，佢今晡日想留潤志培養感情，愛我歇困。我家講講，佢今晡日想留潤志培養感情，愛我歇困。我爸爸好喜歡和永志說話呢。我家講，當好留潤志講話。我家講，當好留潤志講話。兩個人笑得好開心哦。兩隻阿公笑到心挖開，兩隻阿公笑到心挖開。現在永志多大了呢？你下潤志有幾大咧？你下潤志有幾大咧？滿5個月了。滿5個月，滿5個月。那要準備打卡介苗了。該愛準備打卡介苗咧？該愛準備打卡介苗咧？目前建議接種的時間，你下建議做啥時間？你下建議做啥時間？是小孩出生後的5到8個月。係嬰兒出世後5到8個月。係嬰兒出世後5到8個月。請問我什麼時候可以帶小孩過來呢？請問我乜個時節就得吐細子過來呢？請問我乜個時節就得吐細子過來呢？卡介苗是1個月1次。卡介苗係1個月1擺。卡介苗係1個月1擺。這個月已經施打了。2個月幾件做啥咧？2個月幾件做啥咧？再來是下個月的5號。過來係下個月嘅5號。過來係下個月嘅5號。那請問施打時需要攜帶什麼證件嗎？請問做啥嘅哈？愛帶乜嘅證件麼？請問做啥嘅哈？愛帶乜嘅證件麼？請你準備兒童健康手冊和健保卡。請你準備兒童健康手冊、老健保卡。請你準備兒童健康手冊、老健保卡。請問注射卡介苗的費用是多少錢啊？請問注射卡介苗要幾多錢？請問注射卡介苗要幾多錢？這是免費的。哇，這麼好啊！你係免費嘅，按好啊！你係免費嘅，按好啊！時間過好快哦。時間過當家，時間過當家。想起你剛回來的時候，非常長贊來嘅時節，非常長贊來嘅時節，還很緊張，很當緊張，很當緊張。慢慢習慣了嗎？漸漸慣嘛，漸漸慣嘛。習慣了。嘿，慣嘞，嘿，慣嘞。我很喜歡這裡的步調。我意加入呢種生活，我意加入呢種生活。公婆也很照顧我們，謝謝阿姨哦。家幹家娘也當照顧我哋，是麼阿姨？家幹家娘也當照顧我哋，是麼阿姨？